非常彷徨無助嘅工人，喺我哋嘅拯救員到達咗去現場之後，佢都表現得非常之冷靜，係非常之安心嘅，佢而家表現得。咁我哋嘅拯救人員亦都係將繩啦綁咗喺我哋嘅代救人士身上邊，然之後我哋就會將佢哋係喎，天陽，你最近有冇睇新聞關於一啲高空拯救嘅工作啊？梗係有啦，早排啫嘛，仲有一單吊船嘅意外啦。我哋可以見，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咧，其實嗰單意外啦，就吊船喺半空嗰度咧，個不停咁樣搖啦，而且係飄到大嘅非常之非常遠嘅地方啦。咁最後啦，都係靠我哋嘅消防人員咁樣去拯救翻佢哋。咁喺我哋設置咗我哋嘅繩之後咧，帶走咗我哋嗰個代救人士，佢係